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最近有一條消息喺我哋理財同投資圈子入面炸開咗鍋。聽講依家內地人想落嚟香港銀行開戶口會被全面禁止，甚至連我哋平時買開嘅港股同美股，依家都有經過嚴格嘅核准同備案。如果呢件事係真嘅話，咁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嘅核心優勢，豈不是又面臨重大考驗？究竟呢個傳聞背後嘅真相係點樣？今日我帶到幾位喺中環做財富管理、私人銀行以及證券業嘅業內人士，幫大家拆解一下呢個開戶寒冬嘅真實情況，睇下佢哋到底流失咗幾多生意。更重要嘅係，有邊兩個香港嘅核心行業極有可能會成為下一個被收緊監管嘅目標。今日我哋就一針見血，直接同大家支開呢個局。其實好多朋友最近喺各大社交平台，好似小紅書或者抖音上面，都睇到好多人抱怨，話依家內地人落嚟香港開銀行戶口難過登天。有人話出到銀行牌做陳一追，最後因為一句資料不全就被無情拒絕。又有人話依家就算開到戶口，都有買大額嘅理財產品或者保險先至得。一時間香港銀行全面禁止內地人開戶，呢個說法傳得沸沸揚揚。但係真相到底係咩咁極端呢？我專登同幾位喺大銀行做劇李經理嘅老友傾過，佢哋話全面禁止就肯定誇張咗，但係無線修整就絕對係事實。如果將時間撥返去前幾年，即係2019年之前，甚至係2023年初啱啱恢復全面通關嗰陣，內地人嚟香港開戶口其實相對簡單，只要你帶齊身份證、港澳通行證同埋一張3個月內嘅內地住址證明，隨便遇到去一間中環或者尖沙咀嘅銀行，大部分情況下都可以即意辦妥。當時啲銀行職員甚至會好熱情幫你下載應用程式，教你點樣用跨境匯款。但係嚟到2026年嘅今日，個遊戲規則已經完全唔同晒。業內人士透露，依家各大銀行，不論係好似匯豐、渣打呢啲傳統大外資，定係中銀香港呢利中資龍頭，都全面修整咗對內地居民開戶嘅盡職審查。即係我哋俗稱嘅，依家內地人落嚟開戶最難過嘅一關，唔再係你帶戶帶齊基本有效證件，而係你點樣證明你個開戶目的同埋你筆資金嘅合法來源。以前你同銀行經理講，我想開個戶口嚟炒港股或者買美股，呢個理由係完全可以接受嘅。但係依家呢，你如果咁樣講，銀行經理好大機會會好委婉同你講，唔好意思，先生、女士，依家純粹為咗投資港股、美股而開戶嘅申請，我哋好難幫你批。點解會咁？因為依家銀行要面對非常巨大嘅反洗錢合規壓力。如果呢個客戶開落戶口之後，只有頻繁嘅跨境資金出入，而冇真正喺香港進行實質性嘅生活、工作或者長期大額投資，銀行就會覺得一個戶口嘅風險極高。一旦被金管局查到有違規資金流動，銀行面臨嘅罰款分分鐘係天文數字。所以品族多一事不如守一事嘅原則，一線嘅客戶經理喺見到開戶動機不明確或者資金背景比較模糊嘅客戶時，都會寧願選擇婉拒。咁究竟咩叫做核准備案呢？呢個就涉及到國家近年對於跨境證券投資嘅法規完善。自從2023年初，國家證監會發布咗關於規範內地居民參與境外證券交易嘅新規定之後，成個行業就進入咗個執法同監管嘅新水處。以前好多內地投資者可以透過一些互聯網串生喺內地自家將資金轉到香港嚟炒美股或者港股，呢種操作喺虛實地帶行咗好多年。但係去到2026年嘅今日，呢條路已經基本上被堵死咗。所有境內個人如果有進行境外嘅資本項目投資，原則上都要符合國家外匯管理處嘅規定，甚至某啲特定嘅投資渠道需要進行申報、核准或者備案。我認識一位喺香港一間中誠中資證券行做董事總經理嘅老友，我問佢：喂，呢一波監管修整，你哋到底失咗幾多生意？佢同我苦笑，嘆咗一聲好大嘅氣。佢話如果同2021年或者2022年嗰個高位相比，佢哋來自內地星確號嘅開戶量做暴跌咗超過70%，而整體嘅營業額同佣金收入亦都掃水咗至少1半以上。呢個數字其實相當驚人。大家要明白，香港嘅證券業同財富管理業過去10幾年嚟，最大嘅增長引擎就係來自內地嘅高淨值客戶或者中產階級。內地人因為資產配置嘅需求，極度渴望將一部分人民幣資產轉化為港幣或者美元資產，
而香港就係佢哋最安全、最方便嘅首選首站。以前佢哋呢，例證券行，每逢去到長假期，好似5億黃珍珠或者11國慶，成間辦公室都塞滿晒落嚟開戶同預經嘅內地客，員工揸班揸到凌晨都做護車。但係依家呢，成個支大堂冷冷清清，一整個月落嚟，真正成功開到戶口而且有資金去肉嘅內地新客戶屈指可數。佢同我猜者，生意流失得咁犀利，主要有3個核心原因。第一個原因就是資金根本出戶到嚟。大家都知道，內地每人每年有5萬美元嘅外匯額度，但係呢個額度明文規定係只可以用於旅遊、留學、買書等經常性項目，而一對戶可以用於購買境外嘅股票、保險或者房地產等資品項目。以前好多人去透過俗稱馬爾班揸嘅方式，發動全家親戚朋友一齊去銀行換外匯，然後去到香港同一個戶口。但係依家內地銀行嘅風控系統已經全面升級，只有發現多個不同姓名嘅賬戶喺短時間內匯款俾同一個香港境外賬戶，個戶口立刻就會被凍結，甚至會被列入黑名單，幾年之內都唔准再換外匯。自然之間出戶到嚟，香港呢邊嘅銀行同證券行自然就無尾下過。第二個原因係本地券商嘅合規成本大幅降薪，面對香港證監會同證管處嘅嚴格監管，證券行依家接收一個內地客戶，有填寫嘅表格，有核實嘅資料，比以前多咗幾倍。你要查清楚客人嘅第一桶金係點樣嚟嘅，佢喺內地做咩職業，佢公司嘅營業額係點樣，佢點樣證明筆錢已經還稅等等。如果呢啲資料有一點點疑點，合規部就會直擊否決。業內人士話，以前請一個合規經理可以睇住幾百個客，依家一個合規經理睇幾十個客都做糊黐，成本上升，但係客源減少。呢種雙重打擊令到好多中小型券商根本頂無順。過去2-3年入面，香港已經有幾十間本地中小型券商選擇結業或者暫停營業。第3個原因就是市場信心嘅轉變。以前內地人覺得買港股買美股是一條發財致富嘅好條路，特別是以前那些大型互聯網科技股，好似騰訊、美團、阿里咁，升幅驚人。但係經歷過去幾年環球經濟嘅波動、地緣政治嘅緊張，加上港股市場經歷咗一段長時間嘅調整，好多內地投資者發現來香港炒股都未必一定賺錢，反而仲有承擔匯率風險同埋各種手續費。喺呢種情況下，佢哋投資境外市場嘅意願本身就已經大大降低，再加上開戶手續咁繁複，好多人索性放棄，將錢流放喺內地做定期存款，或者買一啲相對穩健嘅國債。聽完呢位證券嘅老友嘅吐苦水，我哋就可以清楚睇到，香港嘅金融業確實正在經歷一場深刻嘅結構性轉型，陣痛係不可避免嘅，而且呢個陣痛嘅程度比外界想象中還有深遠。咁講到呢度，大家最關心嘅問題嚟啦。既然銀行同證券業已經被監管得咁嚴密，生意流失得咁厲害，咁下一個目標會輪到邊個行業呢？根據財經界同法律界業內人士嘅內部風向研判，有2個香港嘅核心行業極有可能會成為下一波重點監管同收緊嘅對象。大家如果身處呢2個行業，或者正打算利用呢2個渠道去配置資產嘅話，就一定要打醒12分精神。第一個首當其衝嘅行業就是香港嘅保險業。香港嘅保險業喺過去10幾20年入面，簡直就係另一個色金神話。只有大家去過喺港層或者中區嘅保險公司總部，你就會見到無數嘅內地經紀或者內地客戶制度簽單。對於內地中產同高淨值客戶嚟講，香港嘅保險不單止保障範圍廣，回報率相對穩定，更重要嘅係它具有極高嘅資產隔離同財富傳承功能。好多人買香港嘅美元儲蓄保單，其實質目的就是為了將一部分資產合法咁轉化為美元，從而達到抗通脹同分散風險嘅目的。喺2023年通關之後，香港保險業迎來咗一波報復性嘅增長。當時內地訪客帶來嘅新造保單保費甚至創下咗歷史新高，但係正正就是因為呢種爆發性嘅增長，引來了監管機構嘅高度關注。其實由2024年開始，香港保險業監管局就已經聯同廉政公署等執法部門展開咗多次大規模嘅聯合行動，打擊呢些向內地訪客無牌銷售保險嘅經濟同中介人，即係我哋俗稱嘅無牌轉介或者非法回傭。去到2026年嘅今日，這種監管力度不但沒有減弱，反而有更制度化、更嚴厲嘅趨勢。業內人士透露，
下一步嘅監管核心將會聚焦喺保費資金來源嘅真實性審查上。以前雖然國家有限制外去出境，但係好多內地客戶會透過一啲巧妙嘅方式嚟香港招保費，例如利用只爭不同名嘅內地銀行卡喺香港嘅自動櫃員機分批提現，然後用現金交保費，又或者透過一些本港嘅持牌找換店進行跨境資金配對，債光港幣折機開支票交俾保險公司。但係根據現時最新嘅風向，保監局正在研究引入更嚴格嘅資金追溯機制，未來保險公司可能被要求詳細核實每筆保費嘅最終源頭。如果你是用現金交，你要證明呢啲現金係點樣合法入境嘅。如果你是用香港本地銀行賬戶開支票或者轉賬，保險公司亦都要你提供該銀行賬戶嘅流水賬單，以證明呢筆錢戶係喺開單前幾日突然由不明源頭匯入嘅過橋資金。一位資深嘅保險團隊總監同我講，依家佢哋內部開會，高層尾二都喺度長條合規同合規。佢話依家如果個內地客想買一份年供幾十萬美元嘅儲蓄險，佢哋做前線嘅要幫個客準備嘅財務證明文件，厚到考試一本書咁，要提供內地還稅證明、房產證、公司審計報告，甚至連個客嘅直系親屬嘅職業背景都有申報。佢預計隨住呢啲措施全面落實，香港保險業來自內地客嘅生意額喺未來一兩年內亦都會出現明顯嘅調整。過去呢種躺過賺錢嘅瘋狂時代已經徹底一去不復返。講完保險業，第二個極有可能成為下一個監管目標嘅行業，就是香港嘅高端物業房地產市場以及相關嘅法律與信託服務。大家可能會問，香港政府不是在2024年就已經宣布將樓市全面撤辣，取消了所有針對非本地居民嘅印花稅嗎？依家內地人嚟香港買樓，稅率同香港永久居民一模一樣。按道理政府應該鼓勵內地人嚟買樓處，拖住個事先啱解，點知反而會成為監管目標？呢度大家就分清楚，稅務政策同金融反洗錢監管係兩件完全不同嘅事。香港政府取消辣椒稅係為了刺激樓市嘅流動性，吸引真正有實力嘅外地人才同資金落戶香港。但係呢個政策嘅大前提是，你進來買樓嘅資金必須係勤勤正正、合規合法嘅。依家物業市場面對嘅問題，自從樓市撤辣之後，確實多咗好多內地買家落嚟香港買豪宅，有啲個案甚至是一次過斥資幾千萬，甚至過億港元，而且好多是不看樓即刻簽優，全款支付。呢種驚人嘅購買力，雖然令到地產代理好興奮，但也同時觸動了國際反洗錢組織同本地監管機構嘅敏感神經。大家要知道，就係買賣物業，所有嘅資金往來都必須經過律師樓嘅託管賬戶，買家又將首期同尾數約落律師樓嘅銀行戶口，再由律師樓開支票俾買家或者發展商。因此，律師樓喺成個房地產交易入面扮演咗第一道，亦都是最重要嘅防洗錢守門人角色。有法律界人士私底下同我透露，香港律師會同埋執法部門最近已經向各大律師事務所發出咗內部指引，要求律師喺處理非本地居民，特別是來自敏感地區或者資金背景複雜嘅買家嘅大額物業交易時，必須執行最高級別嘅盡職調查。以前律師樓收到發展商或者地產代理轉交過嚟嘅核邀，見到資金入嗰賬，基本上就會照長行程去。但依家如果律師樓發現買家嘅資金是透過多個第三方不明賬戶去越，或者資金來源這是得含糊不清，律師樓是有權利，亦都有法定義務拒絕處理呢種交易，並且向財富情報及調查科申報。如果律師樓貪一時之便，幫咗一筆有問題嘅資金完成了物業交易，間律師樓不單止會被釘牌，相關嘅負責律師甚至要負上刑事責任。同樣地，好多內地富豪近年好興嚟香港設立家族辦公室或者海外信託，將自己嘅資產保護喺信託架構之內。呢個行業近年喺香港發展得極之蓬勃，政府亦都大力推動。但係正正因為信託具有高度嘅保密性，它亦都最容易被不法分子利用嚟隱匿資產。業內人士預計，香港未來對於信託公司秘書服務提供者嘅監管亦都會全面升級。未來你想喺香港成立一間公司或者信託，處持有幾千萬嘅資產，你背後嘅實際受益人背景將會被查得清清楚楚，地朝天。聽完呢兩個行業嘅分析，相信大家都會感覺到
成個香港嘅商業同金融生態環境正在發生一場歷史性嘅寧靜革命，由銀行開戶修整到證券交易有核准備案，再到保險同房地產活業市場即將迎嚟嘅資金源頭嚴查，呢一嘅背後其實反映出一個核心嘅大趨勢。香港正在全面與國際最高標準嘅金融反洗錢以及合規架構接軌，同時亦都要配合國家對於跨境資本流動嘅整體風險防控。過去香港作為一個自由港，好多年輕人或者投資者崇尚嘅是效率高、手續簡便、資金出入無限制，只要合法，大家開門做生意，打開門口迎客，條條大路通羅馬。但係嚟到2026年，成個國際金融體系對於安全同合規嘅要求已經遠遠壓到了單純嘅效率。香港作為一個高度發達而且與全球金融系統緊密相連的個體，它不可能亦都冇辦法獨善其身。對於我哋普通投資者或者在座嘅各位觀眾嚟講，一個轉變到底代表咗咩？首先，我哋必須要放棄過去嗰種搏一搏做虛實地帶嘅僥倖心理。以前可能有人同你講間早換店，幫你將筆錢弄落嚟，香港買股票買保險好安全嘅，沒事嘅。依家聽到呢種說法，你真的要掉頭走，因為依家嘅科技同大數據監管已經做到全聯網，銀行嘅人工智能系統每日都喺度篩查異常交易。一旦你嘅資金被定義為來源不明或者涉嫌違規跨境，不單止你香港嘅戶口會被立即凍結，你筆錢可能幾年之內都攞唔返，甚至連你內地嘅個人資訊同埋銀行賬戶都會受到牽連。呢種代價係任何一個理性嘅投資者都承受唔起嘅。其次，呢個轉變亦都意味着香港嘅金融業正在由過去嘅量產城走上質產城。以前本地券商或者保險公司追求嘅是每個月開落多少個戶口，簽落多少張單，靠龐大嘅吸號基數去賺取佣金。但係未來佢哋會更傾向於服務那些資產背景清白、資料齊全，而且願意接受長期合規監管嘅優質客戶。雖然呢個過程會令到好多中小型從業者感到非常痛苦，生意甚至會出現大幅度嘅流失，但係從長遠嚟講，一個更加勤政、合規與國際標準完全對接嘅金融市場，先至可以真正保障到所有合法人資產嘅安全。最後，我想同大家講嘅是，雖然開戶同投資嘅門檻高咗好多，但並不代表香港關上咗大門。如果你是一個合法合規嘅投資者，你嘅資金來源合法，有hoàn稅證明，有正當嘅商業或者生活理由，需要在香港配置資產，香港嘅銀行和金融機構依然是非常歡迎你的。只是你需要付出更多嘅時間，準備更充足嘅文件，去配合銀行嘅盡職調查。面對呢場金融海嘯般嘅監管變革，有啲人選擇抱怨，選擇離開，但亦都有人選擇主動去適應新嘅規則，喺合規嘅框架之內尋找新嘅財富增長點。畢竟時代嘅巨輪永遠都係向前滾動嘅，只有緊跟規則、睇清局勢嘅人，先至可以喺波譎雲詭嘅金融世界入面，真正立於不敗之地。唔知大家對於依家內地人落嚟香港開戶難、買港股、美股又避難呢件事，又有啲咩睇法呢？你哋自己或者身邊嘅朋友，最近有冇遇到類似嘅開戶難題？或者你正就是身處我啱啱提到嘅保險或者房地產行業，正在親身感受到一波監管寒冬嘅威力。歡迎大家喺下面留言，分享你嘅真實案例同睇法，我哋大家一齊理性討論，互相交流。今日嘅內容就去到呢度，多謝大家收睇，我哋下次再見。